我来提到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姓名导师孙奕伦，用台语来致谢感动众人。各位得奖的同学、家长，大家好。用台语致感谢词，伊是今年度总统教育奖国小组得奖人之一的孙奕伦。俗语讲，树啊有金才会大长，人活落来都有希望。 台语讲甲真认真，和在场的蔡英文总统还有来宾拢真感动。会当来总统府领奖，感谢总统予奕伦这个机会。目前读高雄中华国小5年的孙奕伦，因为先天身骨发育不全，量骨弯差不多70度，必须要透过酷刑运动维持性命，逐工都要游水1200公尺。 虽然游水比别人较吃力，但过伊拍拼突破身体障碍，变成游泳的首件将伫市场运动会中得到游泳的金牌，佫唔若安尼尔。世间人贵港奔波走走，千苦万苦，拢是为着巴肚。参加台语比赛，讲到到赞，得到高雄市国语文竞赛南区的第1名。 11岁奕伦，身高只有8公分，体重嘛，才12公斤尔。虽然身体上有缺陷，也不依然乐观进取。奕伦讲，伊感谢老母一路的陪伴，伊立志要做台湾的语文教授，伊会拍拼活落去，勇敢实现愿望。